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熬早，真欢喜咱三甲主日做伙伫今早起，做伙用非实体的直播的方式，三甲来敬拜主上帝。上帝喜爱每一个信伊的人，咱三甲用祈祷、用敬虔的心来敬畏伊，好唔好？邀请咱，若咱身躯边有小朋友，咱会当邀请咱的小朋友，甲伊的爸爸妈妈。将扫描咱这个荧幕顶面的正手边，这个 QR code， 用手机用相机的方式，对咱来做扫描吼，来做连接。咱三甲伫无相款群体，咱会当用无相款的敬拜的方式来敬拜咱的主。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阮全心全意来到伫上帝你的面前敬拜主上帝。主，阮的心毋若仰望主，阮的灵嘛要搁一摆伫圣神的感动的内底，互阮通得主你圣神的引带，互阮的生命会当行伫勇壮、平安、佮健康的生命。感谢主，伫清早起的时，阮享受上帝你的平安，互阮还有一口气，会当来到主你的面前亲近主。愿上帝你圣神。毋若引带固守帮助阮伫今日的敬拜，互阮也同齐领受生命丰富甲智慧的心，全心全意将阮的生命交予主，愿你圣神来引带阮的脚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一摆伫上帝面头前，咱用祈祷。是要互咱伫患难的环境的中间，悠然欢欢喜喜来敬拜上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无相款的境遇，咱伫患难中的时，拢有一粒忍耐、有教业、听候的心，来迎接上帝所要带互咱的生命祝福。咱搁一摆来为着几项事来祈祷，首先为着咱的生命，为着咱家己的灵命来祈祷，求上帝属灵、属天的气力帮助咱。互咱有够业的信心，互对主伊遐来的智慧甲喜乐来勇壮咱的脚步。第二，咱为着咱的生命，特别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甲人的关系来祈祷。咱需要上帝圣神的气力，引带咱，互咱活出一个健康的生命，就是有幸福的生命，有幸福的人生。这是咱每一个人拢期待的，所以好的互动非常要紧吼。第三项，咱嘛来为着咱人伫人生的道路，咱伫头前所要面对疫情，无论是接种疫苗，无论是咱所要面对教会环境无相款的改变，咱拢爱需要更较侪祈祷，求上帝互咱有异象，有新的动力，甲新的愿望，通看见上帝所做。最后，咱嘛来为着伫咱生命中，咱的生命需要上帝搁一摆来帮助咱。互咱甲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所以邀请咱做伙同心伫主的面前，三甲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主，阮意爱亲近主。当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头前的时，主，阮知你是阮的牧者，是阮及时的倚靠。当阮列祖、阮的朋友、亲人。用信心来倚靠主你的时，主你毋若救因，你嘛伫因的生命留落水的脚迹。阮的生命嘛要常时学习，阮遮的列祖、阮的前辈，伫信仰的前辈，伫因头前所行的道路顶面，因嘛相款伫阮的生命中间会当留落一个水的脚迹。求上帝你帮助阮，学习用阮的生命。通用见证的人生，见证主上帝。伫你的运典中，阮常时嘛经验到，阮的生命嘛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成熟。愿上帝你赐予阮，互阮常常倚靠你，无倚靠人，乃是倚靠上帝你的气力，通欢欢喜喜迎接上帝你的救恩。主啊，这款的喜乐甲快乐是何等的大！求上帝你赐予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主你的面头前，主你恳求的时，阮清楚知
上帝，你互阮伫危难的日子，你搭救阮，你帮助阮，高举阮的性命，通成做一个健康、有活力、有生命的基督徒。愿上帝，你赐互阮，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复兴，用祈祷、用恳求、用喜乐、用平安来见证上帝你的教会。求上帝，你嘛赐互阮每一个信徒同心合意，常常为着国家、为着家己、为着环境、为着教会，阮拢用祈祷来起造这段。相信上帝，你伫阮的生命中，你将平安的心藏互阮，赏赐互阮。毋但将平安的赏赐伫阮的生命中，也互阮会当倚靠你的救恩，通过得胜的生命。阮搁一摆将阮今日的敬拜对头到尾，愿上帝你圣神来引带阮的脚步，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经牧师搁一摆跟咱分享以赛亚书63章第3节，咱常常爱用欢喜的油来代替咱生命的悲哀，用懊恼的衫来代替忧愁的心。互咱的生命会当成做公义的手，兄弟姊妹，咱的生命是上帝所栽种一个水的生命，咱唔通看轻家己，咱的生命拢是上帝看做上宝贝，所以咱就爱互咱的生命伫祈祷，伫咱的行为，伫咱的生命所表露出来的生命内底，通荣光天灵的老爸阿爸爸上帝。求上帝帮助咱，咱搁一摆伫今仔日三甲来敬拜咱的主上帝，欢迎咱，请咱备办咱的心，请你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愿你享受今仔日的礼拜，愿你享受今仔日的礼拜。这时牧师嘛要邀请咱要做伙三甲来吟上帝的诗歌。每一摆咱吟诗的时，咱拢是用听、用安静、用心灵甲诚实的心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听咱，伊爱咱伫伊面前，用懊恼、用欢喜的心来主吟主所欢喜的诗歌。咱做伙伫主的面前，三甲来唱。我的心求上通花，摇怎搁惊遐？做做困饱重担，我袂堪比你会听。主你做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会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时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话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什么会当拆散，主你会听。感谢咱的主，用伊的听来听咱，用伊的听来勇壮咱的生命。互咱的生命继续行头前的道路，咱搁一摆做伙来吟。我的心忧伤痛花，摇怎搁惊遐？做做困饱重担，我袂堪比你会听。主你听我做宝贝，毋捌放下我。互我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主你会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时也活，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会当拆散。主你会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换，
绝无什么话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什么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到变化，绝无什么话当拆散，主你的听。兄弟姊妹，上帝听咱，伊爱咱伫伊的面头前，清楚知影上帝听咱，上帝听一直拢无变换。只要咱伫主的面前，常常来向主求，相信上帝要互咱体会到上帝伊无限的疼痛。愿上帝赐福咱，咱拢用祈祷、用学乐、用欢喜的心来学乐咱的主上帝。真欢喜，咱三甲搁一摆，三甲同心来祈祷。感谢学乐主，阮的阿爸伯，愿你接纳阮伫你面前所献的诗，阮用学乐、用欢喜。用平安的心灵来到你面前，愿你接纳阮伫你面前所献所言，愿上帝你搁一摆接纳阮，互阮的心会当坦然伫主你的面前交托互主，愿你圣神充满阮，帮助阮，赐福阮快乐甲平安。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咱搁一摆三甲来做信仰的告别。咱做伙来做念使徒圣经，搁一摆伫主的面前来做咱的信仰告别。信仰的告别，在伫咱每一摆念，虽然每一摆念的时，虽然拢相款，但总是咱着好好细致来思考咱所念所讲，是伫主的面头前的宣告。咱搁一摆做伙同心来做念。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伊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搁一摆三甲做伙来启用，特别咱请咱做伙伫启用的中间，请兄弟来启，请姊妹来应。启用文第58篇，请咱做伙来启用。关系这的代志，咱要安怎讲？上帝若为咱，啥人会当抵得咱？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互伊为着咱众人牺牲，减袂将万米嘛白白赏赐咱。啥人会当控告上帝的选民？宣判因做恶人的是上帝。那安尼？啥人会当甲因定罪？毋是基督耶稣。伊已经死，搁上帝有互伊对死人中搁活。早第二上帝的正面，咧替咱祈求。啥人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是患难，是困苦，是迫害，是妖恶，是善食，是危险。还是惨死。照圣经所记载，为着恁的缘故，阮规日面对死的威胁。阮互人看做被要抬的羊，拢毋是伫遮的一切代志，咱靠听咱的上帝赢到有春。因为我确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灵界的统领者，还是管理者，
是现今还是将来的，是天顶还是地下的神灵，还是其他的被造物，拢袂当切断上帝通过咱的主耶基督耶稣对咱的疼。愿主接纳咱伫伊的面前，这信仰真要紧的启应，嘛代表是咱甲主上帝一个要紧的回应吼。咱做伙搁一摆要邀请咱的诗班所要献的诗，新圣诗25首，奇妙圣名，至善高美丽。圣经马可福音书第4章13到20节，上帝话安尼讲，佮甲因讲：恁袂晓得即个比喻嘛？也检通会知正比喻啊！也正的是报扬道理，也伫路边报扬道理的所在的，就是人听道理，撒旦连边来，将所也伫因心内的道理抢去。这个亲像也伫石刻仔的地下，就是听着道理，连边欢喜承受伊。若是内面无根，不过是暂时那定。到为着道理拄着有患难、困着，连边着答。也伫刺仔内的，就是人已经听着道理。就有世间的挂虑、钱财的迷惑、甲别米的私欲入来，接配迄个道理，就无结实。这个也伫好的土地的，就是人听道理，也承受伊，也结实。有的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圣经读到这。今日牧师要用一个主题来跟咱大家三角分享，献上上好的给上帝。这个信息以前，我要邀请咱搁一摆同心，咱三角同心来祈祷。慈悲听阮的阿爸爸，阮的上帝，你是阮天灵的老爸，也是阮生命的主宰。当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的时，
我要将我的心神全然仰望交托上帝。愿意圣神毋但充满伫阮逐人的心内，也帮助阮伫安静的内底来领受圣神所要对阮讲的话，互阮的生命伫这人生的内底，伫这世代的内底，有最最值得阮的生命通突破，会当带来进步甲成长的快乐。愿拢通通过你的话语来得到教义的帮助。当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伫咱今日所看的圣经在内面，伫咱所看的圣经在内面是咧讲起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观念，就是咱要安怎样伫生命的道路中间，耶稣透过整子的故事，要搁一摆重新互咱认捌，咱的生命会当成做什么款的生命。所以邀请你，你边的亲人讲吼，还是你边的兄弟姊妹甲伊讲吼，讲上帝要使用你的生命，有伊美好的意思。上帝要使用你的生命，有伊美好的意思。上帝要互咱的生命一个美好的意思，要紧的是咱怎样伫咱的生活上，伫咱所拄着无相款的环境的内底，咱要安怎样扮演无共款的生命的角色。所以今日咱所看的圣经在内面，伫一开始耶稣讲夜景子，这个夜景代表的就是上帝的信息。所以当夜景这个景子，若是落伫无相款的土地，代表的是无相款的环境，所会当产生的这个景子，所会当带来的果效就无相款。所以咱看见圣经节伫第4章13节，其实第1节开始，伊就步步吼，这耶稣步步的咧宣布，咧互人了解，这个景子背后代表人的生命要安怎样形成什么款的果效，什么款的果子。所以咱做伙来看，对13节来看吼，耶稣一开始解说这景子的譬喻啦，伊用解说吼。讲起讲，当这夜景子14节讲夜景子是夜上帝啥？夜上帝的信息啦。这景子代表的就是上帝的信息。但是咧，15节讲起讲，那夜伫路边咧，代表啥？代表人听到信息，撒旦随时就来，然后就将这甲夜伫因心内的迄个信息安怎，就甲伊抢去。所以咱会当了解，耶稣伊咧讲起即个，如果若是即个景子，若是夜伫路边哦，路边的即个心吼，伊是虾米款的人？即款的人代表伊的心，虾米拢爱，虾米拢袂，甚至即款的心吼，我认为吼，上过杂，啊嘛上过乱。安怎讲呢？我举一个例好啊，有真侪人吼，伊虽然做爱来教会。甚至伊嘛真爱听上帝的道理，但是咧，伊若倒转到伫个生活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伊常常变一个人，伊真意外，吼，伊无简单讲叫做无心接受上帝的话啦。伊你爱讲好，我甲你讲哦，倒位有咧卖啥物件吼，倒位有迄个啥真好耍的趣味的所在，伊就马上那活跳跳。但是你若甲伊讲，无咱做伙来祈祷、来读经的时阵吼。就安软搞搞，兄弟姊妹，我毋知你有相信嘛？是毋是嘛？安尼吼？我时常咧想讲，一个无心若要接受上帝的话安怎？因虽然是听了，但是因听了，因无掠做，迄是非常宝贝啊。所以这个恶者，吼，人咧讲恶者撒旦，若来的时阵就安怎？等你甲小可甲人一下吼，伊就马上安怎？好啊，我无爱啊，我马上就对你来佚佗。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这个夜景子，这景子若落伫路边的啦，吼，就掠伫路边的啦，就是意思来讲，随时若有啥物款引诱若来，伊马上就走啊。另外一种呢，咱继续看圣经16节到17节来讲，相款若夜伫迄个石头地咧，什么石头地？就是指一个人，伊若听了信息，随时会足欢喜咧，当接受。不过咧，这个人就安怎？
伫伊的心内定的根啊，这个上帝信息甲听的话，伊自然安怎袂深啦，挡袂久啦。一下就安怎信息啊，拄着患难吼，譬如讲像即马吼疫情嘛，咱即马这个疫情安怎？敢若看起来有疫情，这注射疫苗，感觉大家人有开始有抵抗力啦。哇，这个开始稍微微解封了哦，大概叫做报复性旅游啦。所以咱会当看见，其实咱一开始所烦恼的，人伫这个过程的中间，这个信息若无定根到根基的时阵，往往就哪像个啥，野种也伫石头顶的。所以兄弟姊妹，真容易，咱有的人真容易爱参与啥？参与特会，参与什么款的造就会，甚至爱参与特别的活动。倒一间教会做好办活动的，倒一间教会哦，迄我做爱去参加。兄弟姊妹，这个物件，如果你若无互上帝话蒙着的时阵，有当时咱的迄个热情烧咧足紧，嘛安怎嘛冷咧足紧。所以兄弟姊妹，这个野种也伫土，这个石头顶的心啊，这种的生命，这种的心，往往心内是啥？是无根基的。甚至安怎，这个根挡袂久啦，暂时的啦。伊只要若拄着困难，就足容易受影响。所以兄弟姊妹，牧师嘛要想要问咱，伫这段时间，伫咱疫情将近要2个月的时间内底，我毋知影伫你的心内，你的心有搁较无上帝无？你甲兄弟姊妹彼此的关系内底，你有较无会当期待有一日咱当咱生见的时阵，咱准备好要三甲来做主的工无？兄弟姊妹，我非常感谢上帝，牧师伫今仔日要邀请咱来定心做一个立志的工课，就是咱要安怎样来看待咱家己本身的生命是领受上帝的信息，是落伫什么款的土地顶面？咱的生命有法度通结果子无？所以兄弟姊妹，最后伫咱今日所看圣经18节开始讲起，那野伫刺皮内底，是指人听了信息了后，因为生活的快乐、钱财的迷惑，以及啥逐款的私欲入去心内，互迄所听到的信息安怎翕死啊？吼，煞安怎煞袂结实啊？兄弟姊妹，最近吼，咱这个有纾困方案吼，政府有特别互咱一个纾困方案。我毋知影你有特别为着这争取这，哎哟，我会使来争取这个无？兄弟姊妹，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甲你边仔亲人讲，上帝为咱备办教业丰盛的稳定。上帝为咱备办是教业的稳定。兄弟姊妹，耶稣伊讲。遐个野伫好土地，是指人听了信息，欢喜接受就结实。我相信每一个人所欢喜接受的程度无相款，亲像耶稣所讲，有30倍，有60倍，甚至有100倍，拢好。但是至少你的生命爱结果子。所以兄弟姊妹。主耶稣伊将上帝话譬如做野伫这世间上这优良的种子，野着这个种子，冒啥？嘛毋是讲逐个人拢会当安那30倍、60倍、100倍哦。头前有讲起，你的这个种子是野伫啥？是伫路边的，还是石头顶的，甚至也是刺皮？咱爱分好清楚。咱茫想讲哦，我至少还有30倍、60倍、100倍，兄弟姊妹，千万唔通安尼想。咱爱先想讲，检视家己的生命，到底我的生命要安怎过着一个无相款的生命，将上好的来献予咱的主上帝。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命中间，耶稣用一个野种的目的，就是要创啥？咱若知影做世人吼，伊要野种是要做啥？啊，看伊大长尔吗？啊，看伊安怎？看伊生了有水安尼尔吗？其实重要，这拢是过程。重要的是一个这个农夫啦，做世人啦，吼，要伊的是啥？要伊的是伊所野种的会结果子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
你的生命就结果子，你的生命就爱结果子。啊，我非常感谢上帝，上帝一直拢在互咱的生命不相时伫环境的中间，不断地塑造一个水的生命。所以咱唔通惊麻烦，唔通惊困难，咱就爱更加伫困难的中间，祈祷倚靠上帝，上帝要重新互咱的生命得到丰盛。有一个人叫做威廉·詹姆斯·布莱恩，伊本身是一个政治家。伊伫1925年，捌做过一个反对进化论。咱有读过进化论的人吼，在过去的历史课本吼，有特别内底有讲起吼，讲人是对倒位对狗变来，这叫做进化论。这个1925年，这个詹姆斯·布莱恩，伊就捌安怎？伊特别为着这个议题安怎反对？伊反对这个进化论，特别伫基督教的内底，咱所讲，咱生命是上帝的创造，所以这个律师，伊真做一个律师去辩护的过程的中间，伊特别去要求，甚至我感觉伊的论点吼，是一个非常重视科学、佮有信仰的一个人。有一摆伊讲，有一摆伊掠起安怎？伊掠起一把这西瓜子吼来做实验嘛。啊，伊去甲安怎将这种子吼，去甲称重一下，发现讲这5000个西瓜子吼，只有1磅重啊。但是咧，这1磅重一个西瓜子所种伫土地内底，竟然会当结出50磅啊，50磅重量的大西瓜啦。所以，伊换一句话来讲，这所有的这西瓜，拢总讲起一个要紧的真理，叫做一个种子会当帮助伊到大粒了后结出来的果子，会当怎到25万倍啦。所以兄弟姊妹，伊讲一粒西瓜子经过太阳、雨水灌压了后，一粒种子会当大出超过25万倍的种子的价值。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的圣经节也正也是上帝的信息。我唔知影咱每一个人每一个礼拜你咧听道理，听无共款教会直播也好，甚至你家己本身咧领受上帝真理来讲，伫你的生命内底，你是不是愿意互上帝话点伫你的生命内底来帮助你？你唔若听，你会可以当接受，甚至接受这个愿意会当来祝福我的生命的这款的信息。最后，你个愿意来结出一个生命的果子。兄弟姊妹，每一日，咱是不是上款拢在领受上帝宝贵的信息？你每一日灵修、祈祷、读经，当咱领受这的时阵，你是不是愿意会当来甲伊分享出去？兄弟姊妹，埔里捌有一间学校叫做弘仁国中，这个李之桃校长吼，会当讲是一个用疼，甚至呢，伫这个弘仁国中，伫这间学校在任职的中间的时，伊帮助这间国中，这间国中是基测成绩捌互教育部颁发吼，有特别通知这个校长，讲这间国中吼基测吼成绩是倒数的。但是，这个校长伊用伊的疼心来改变这间学校的校风。兄弟姊妹，这个校长伊每一日5:50就出门，6:40到伫学校，然后拢会徛伫学校的门头口，对伫所有的学生囡仔甲因讲：“宝贝，熬早，宝贝早，宝贝早安。”伊咧分享，伊讲：“宝贝，原因是。”恁拢是啥？恁这学生，你们都是父母亲的宝贝啊！伊嘛咧讲，为什么校长为什么校长要称呼你们宝贝？他说：你们要知道，你们自己是很宝贝的，不要看轻自己。兄弟姊妹，伊敢若讲这句话，我的心内非常的感动。那亲像上帝嘛咧甲咱讲，咱伫上帝面头前，敢毋是宝贝嘛？甚至上帝嘛咧甲咱讲，
咱家己本身有看家己做宝贝无？所以兄弟姊妹，这个校长伊分享几个故事，今仔日牧师嘛要分享，互咱知影。当伊咧分享讲，伊咧带弘仁国中，这间学校有真侪囡仔下课了后，就是伫遐相拍、啉酒、食薰。伫迄个过程的中间，伊毋知影要安怎带这囡仔上事，伊就鼓励因。伊甚至伫学校成立，请老师来成立一个叫做角力啦，就是迄个摔角啦，角力的即个社团。伫这比赛的中间，当这比赛这角力的这社团，因这囡仔因开始产生兴趣，然后因阁开始去比赛，开始因感觉肯定家己是有气力、有能力的。有两个囡仔就咧讲。一个囡仔就咧讲，这个校长就甲伊讲，某咪人啊，哇，你这摆这得足好的成绩，你真正足赞，有赚足侪钱哇，这个囡仔就甲伊讲，校长，这重点不在钱重点在荣誉、应邀。这个囡仔讲一个，互这个校长足感动的。后来伊个问另外一个囡仔，甲伊讲，校长。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可能有一个学生可以进大学了。这个校长就甲这个囡仔讲，怎么会这样说呢？我相信有一个人未来一定可以成为大学生，进入大学。这个学生就甲伊讲，是谁？是谁？这个校长就鼓励这个囡仔，这个角力班的囡仔，就甲伊讲，我所看到的那一位大学生。就是你，各位兄弟姊妹，唔难呢。这个校长伊伫咧管理带领这个学生囡仔中间，捌有一日有一个老师，一个癌末已经癌末期的一个老师，特别甲伊的太太来到伊的办公室来找伊。当伊来到伫这个校长的面头前的时，伊特别安尼做。热切要希望这个校长会当来成立一个叫做管乐团。后来这个老师，这个癌末的老师就甲伊讲，但是这个校长就甲伊讲，我音乐也袂晓这咱这做侪乐器咱无够个这金钱这有较困难可能无法度。但是这个癌末的老师听了这个校长的回应，就非常的艰苦心。然后就冷落来，唔知影要安怎讲。这个校长伊犹原保持迄个热情，就甲这个老师甲伊讲老师，你莫失望失志，我来想办法。后来，这个校长将这个老师伊奉献这10个乐器，但是这10个乐器这10个管乐拢是安怎？拢是人淘汰的。经理的嘛较剩3支是正常会当用的，所以这个校长已经戆影，唔知影要安怎样来使用这个乐器，甚至来成立一个管乐团。后来这个校长伊就想办法去找到一个基金会，是过去伊的同学所成立的一个基金会，去甲伊拜托讲，恁敢是会当帮助阮？所以后来伫因的助理就甲伊讲哪会使校长，请校长你来阮的董事会来开会，互你10分钟的时间，你若会当感动阮，讲出感动阮，阮就来帮助恁的学校。后来这个基金会听了非常的感动，决定讲要捐献200万来帮助这间学校，这个校长所带领的学校。但是这个校长就甲因回绝，甲因讲，莫互阮200万。恁莫互阮200万，请恁直接将这个钱帮阮买乐器、买乐器，请恁直接送来阮的学校。兄弟姊妹，这个校长真有智慧，伊知影，如果若是敢若摕钱，人敢若看到是啥？是效果。后来人看的毋是迄个过程。兄弟姊妹，伊讲伊咧分享。伊讲，伊甲伊这基金会这董事甲这人甲因讲，恁若会使，恁家己来一撮，
然后恁将这乐器买好，亲自送来给这囡仔来给因鼓励，甚至嘛，给这囡仔来看卖，因从来毋捌看过什么叫做宾士车面路的车。所以这个老师，这个校长伊真趣味，伊用无相款的方法来带领这伊身躯边的人来帮助伊所带的这学生囡仔。所以兄弟姊妹，后来这囡仔得到鼓励，甚至因开始训练练习，进入全国的音乐比赛。所以因伫这个管乐队吼，这乐团的比赛内底吼，甚至伊伫比赛中间呢，佮发现讲，哎呀，要比赛嘛无钱啊，吼，交通费啦，吼，所有这费用无钱，要安怎办？后来因这老师，吼，校长安尼努力，因这学校的老师，突然发起一个运动，就是大家每一个老师都来捐献，然后来帮助这学生做伙来去完成这个比赛。兄弟姊妹，全部的老师拢总的捐献18万，然后帮助这学生去比赛。后来因伫比赛中间，伫管乐队这比赛中间，竟然会当达到台中甲这个台中的小明女中，竟然得到优等成绩。所以伫即摆比赛内底，这老师校长拢非常的期待讲到底因敢会受伤无？比赛了敢会安怎？但是我看到的是，这学生囡仔因非常的珍惜，会当有这比赛的机会，重新来建立伫因的信心。兄弟姊妹，后来这个校长伊倒转去了，伊每一日拢会去一间面包店的中间的时，伊一间面包店的这个头家娘，伊就甲伊讲这个故事，这个玻璃店的这个乡亲啊，吼，就了解讲哇，校长安尼咧帮助这个囡仔，所以这个面包啦，吼，伊咧所咧买面包店的头家娘，吼，听伊讲完这个故事，非常的感动，就甲伊讲校长，请你明仔载吼，你着爱下早较早来我家，一定爱过来我家哦。然后伊要安怎？伊暗时前一日暗时熬夜做蛋糕，要送互这学生囡仔。所以兄弟姊妹，后来这个校长，伊为着要推行一个阅读的运动，看册的运动，嘛是无经费，无经费要安怎办？后来透过台中叫做林赖族基金会，林赖族基金会因为着要帮助这间学校这个校长所推动的这个读册阅读的这个运动，因着捐献10万块要给校长，校长就甲伊讲歹势，我无要收你的10万，我干那要甲你收2万就好，剩的8万，请你摕去别个所在的学校来捐献帮助因。但是我期待这个基金会就想讲，我要互你10万块，甲你帮助，你竟然无爱，竟然干那要2万块。这个校长佮甲伊讲毋是，我期待你会当每一档拢帮助，拢捐献2万块来帮助这个运动，推行这个运动。兄弟姊妹，伊期待的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叫做听会当做传承甲延续。我一直咧想讲，这个校长伊才是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咧讲起什么叫做互人的比共客的安怎靠福气。所以兄弟姊妹，伫这个故事讲起，人若有听，就5万嘛，敢毋是？伊嘛咧讲起这个听，就爱有温暖，甚至爱有啥？爱有成长。毋是讲我听只有安怎？只有做一个我愿意的行动就好，毋是。这个听就爱延续。所以兄弟姊妹，我非常的期待咱的生命拢会当亲像这个校长相款，将伊的生命会当去帮助人，去成做别人生命中的贵人啊！我毋知你的生命是毋是伫你身躯边的人，至少你嘛着爱成做你的亲人上好的帮助甲祝福，敢毋是？
你边兄弟姊妹讲，甲你的亲人讲，愿我的生命成做你的祝福，愿我的生命成做你的祝福。兄弟姊妹，有疼，咱的生命若有疼，有怜悯，有盼望，咱会当成做有祝福人的人生。我相信这款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敢毋是？兄弟姊妹，圣经哥林多前书第16章14节讲：恁所做一切代志，着用啥？着用疼心去做。牧师伫咱教会建堂的期间，特别伫刑款的这段时间，虽然教会进入伫疫情，咱无非实体的礼拜，嘛无实体真侪教义的奉献的事，咱的教会建堂募款的工作，有真侪间教会了解这段时间教会一定会面对真大的问题，就是咱教会刑款的部分。因嘛是上款继续咧关心咱大桥教会刑款的动作，继续拢伫为咱建堂的工课咧奉献。但是我嘛想要问咱兄弟姊妹，你有常常亲像咱每一日牧师教导咱的，咱有遵照上帝旨意无？咱有备办咱家己本身奉献互上帝上好的无？或是无要紧啦。迄到时哦，反正有人比我较好呀，有人比我奉献较济。当咱的心内常常若亲像迄落伫石头顶，你的心若亲像石头的相款的事，有当时咱会因为环境来影响咱的生命。兄弟姊妹，伫咱的疫情，教会进入疫情以前，到伫5月的时阵，咱的教会有将近5位到6位的国中的青年开始进入教会。但是开始进入疫情的中间的时，开始有3位到4位的学生，因毋开始配合疫情，人甲人保持距离，甚至教会内底嘛保持5个人以内的组织，因有时会保持甲牧师有一个真好的互动。嘛伫这段时间，牧师有机会会当长时间有足侪时间来看因做交陪甲任务的事。牧师有足深的感动，有一摆有一个学生甲牧师提到一个要紧的问题，伊甲我讲：牧师，我想要洗礼，我的心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学生伊怎样通过伫摒扫，通过伊甲牧师的熟悉，甚至了解做人处事，甚至包含奉献的真理。这学生每一个礼拜日。因来到教会，甲牧师专家，阮三甲会当安怎？阮保持距离，保持一个应该有的规范。但是阮做伙看圣经，做伙了解真理话命的话。这学生因的生命开始改变。兄弟姊妹，我相信这个学生，伊对神到要受洗。整个过程的内底，是因为咱愿意付出侪侪心力来关心甲陪伴，所以牧师鼓励咱教会青年的干事子安兄弟，伊伫陪伴这青少年朋友，真正非常有办法。特别甲这青少年会当好的互动，有当时拍乒乓、运动，伫这过程的内底，互因体会到。虽然伫疫情的中间，但是因要有缘会当得到平安平静。要紧的是，因有所在通好去。兄弟姊妹，我要讲的毋是教会有活动破坏疫情的规则，我要讲的是，咱教会有那是照常的配合疫情，最好应该爱做的工课。但是传福音的工课袂使停止。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疫情无影响到咱福音传扬的工课，疫情无影响咱福音传扬的工课，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真理，非常要紧的观念。每一礼拜我体会到，这学生要紧的因愿意付出因的心力，摒扫教会，然后遵照牧师和因的指导来改变因的讲话，改变因的做人处事。到因体会到无来教会非常艰苦，所以兄弟姊妹，
我相信在座的你甲我拢非常的期待，疫情会当渐渐会当平静落来，然后咱赶紧会当恢复伫实体的礼拜。但是咱着爱搁较侪迫切的祈祷，伫上帝面头前，咱要奉献什么上好的？甲你边仔兄弟讲，用上好的祈祷来援助困求。什么是上好的祈祷？我感觉上好的祈祷，就是咱伫主的面前，用咱的生命来回应，认罪悔改，专心将咱的生命交托给上帝来用。我相信这是上水的，是上好的，嘛是上帝意爱咱所做。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学习，亲像约翰一书第4章16节所讲。所以，咱在个信上帝有疼咱，上帝是疼，有在实行疼的人，踮伫上帝内面，上帝嘛踮伫伊的内面。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是爱，有爱在他生命当中的人，就会有上帝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咱要奉献什么给上帝？这是用上好的疼伫滋味世人的身上。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不相时不断来结出生命的轨迹，互咱的生命伫上帝主的面头前，学习奉献上好的给上帝。我相信你的生命唔那会当结30倍、60倍，甚至到100倍的果子，通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愿上帝赏赐平安，互咱大家。咱做伙同心来祈祷。慈悲疼阮的主上帝，既那谦卑、温柔，甚至忍耐，用疼心互相宽容、包容的人，上帝你拢要看做伊是至好的囝儿。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衬，通过你的话语，互阮会当搁较明白，阮的生命要安怎样落伫好的土地内底，通结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的生命。愿上帝你赐互阮，互阮的生命有疼，是因为阮知上帝你大声疼阮。求上帝你帮助阮，接纳阮，进入伫上帝你丰盛的恩典中，互阮毋那伫你的圣神的感动的内底，互阮的心内更加刚强壮大，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愿上帝你赐互阮，也成做阮生命的帮助甲瓦靠。搁一摆将阮的兄弟伫因的心灵交托互上帝，求上帝你坚固因，帮助因，无论在面对伫现前疫情所阮需要接种疫苗的这个过程的中间，阮是靠着信心来过着阮应该做的决定。求上帝你引带阮，陪伴阮的心。阮相信你要为阮陪伴的迦南地已经在带领阮，互阮行伫正确的道路。同心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圣诗新圣诗19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三甲做伙来吟。为着美丽的地面，为着灿烂的气息，为着原出世以来所受一切的阻碍，天父上帝愿这声，我乐称呼你尊名，为着当时的境地。无论明日虽无比，山水花木好光景，日月星星照光明。天父上帝愿这声，我乐称呼你尊名，为着当时的境地，无论明日虽无比。使阮五官通欣赏，有声有影的温柔。天父上帝愿这声，
了情，互你生命。为着温暖的家庭，兄弟姊妹爸母情，天长地久好朋友，关心看顾个温柔。天父上帝愿这声，互了情，互你尊名。为着主一大恩惠，白白受出万人类，生生稳定甲人情，地上生活甲永生。天父上帝愿这声，互了情，互你生命。阿门。这个时牧师邀请咱三甲伫主的面头前，咱三甲安静来做奉献。奉献是要将咱本身伫生命的顶面经验上帝伊的疼痛，经验上帝伫一礼拜伫咱的生命中间留落咱一口气，会当伫世间上，伫你的产业，为着你的家庭，为着你的生活，为着你的生命的努力，来向咱的主上帝献上感谢。奉献毋是要夸耀你家己有偌侪钱，奉献要义的是咱用全心全意来奉献给上帝。所以，请咱邀请咱准备一个白色的信封地，将咱所献给写落来，为着教会感恩的奉献，你月定的奉献，你为着单位，为着每一个社团，为着咱教会内底的团体来做奉献。相信这个上帝拢意爱。如果咱若是无要记名，请咱拢毋免写，安尼阮的同工就知影就好。特别请咱做伙同心伫上帝面头前，咱用奉献，毋通用勉强的心来做奉献。咱做伙搁一摆伫主的面前三甲来做奉献的感谢。主，阮的上帝，阮将阮的心，将阮的生命奉献给主你。阮深知是上帝你创造阮，是上帝你掌握阮世间的万物，互阮的生命通为着主你来活。活伫这世间，阮会当用阮的生命来回应主。阮相信这是何等大的福气！阮搁一摆将阮所献的金钱，要为着主你圣工的路用，毋是要夸耀阮家己，是要用阮谦卑的灵、奉献的心，将阮的金钱所献来成做主你的祝福。求上帝你大大祝福阮，阮用回应、用感谢、用懊恼。拢是要荣耀主上帝你的圣名，愿上帝你祝福阮，带领阮，互阮所献，毋但阮的心灵得到祝福，嘛互阮头前的道路会当得到主你更较大的帮助。同心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牧师伫这时要三甲来报告。补充的报告，邀请咱会当注意几项代志，就是咱要未注这个疫苗的兄弟吼，特别邀请咱会记得着爱咨询吼，着爱问过咱的医生啦吼，医生嘛会甲咱问，咱有啥物款的症头，有啥物款的身体状况，咱拢一吼，请咱着会记得，毋通避免吼，为着要劝算讲毋爱互知影吼，着。无甲医生讲咱的问题吼，其实咱有这个问题情形，咱拢爱跟医生做讨论，然后咱赶紧来接种疫苗，互咱有抵抗力来抵抗即摆新冠病毒的疫情吼。伫未来，咱伫疫苗的内底吼，其实国家全球拢已经开始咧进入研发
新的疫苗，这疫苗为着就是病毒一直咧变化，所以咱身躯本身就要有够野的抗体啦吼。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配合。另外咱针对教会实体礼拜，目前还未公告，所以嘛请咱兄弟继续伫厝内，咱留意咱的关怀群组内的通知随时咱会甲咱报告倒一礼拜当时会开始开放实体礼拜吼。另外每礼拜三牧师嘛邀请咱伫暗时8点到8点半的时间，请咱将这段时间会当甲拨出来，咱三甲做伙用祈祷来祈求上帝所喜爱这平安的这段求上帝赐福咱，嘛互咱伫日常生活中间拢会当享受着上帝平安甲快乐。咱搁一摆三甲伫主的面头前，咱三甲做伙来吟上行的诗389首，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阿乐上帝至权至尊，造化的主万福原本，天顶生在天的万民，永远阿乐白行诚心。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咱的生命常常活伫上帝恩典中平安的内底。愿咱的生命嘛常常愿意伫上帝所赏赐互咱的年日内底，奉献上好的来成做上帝所欢喜的生命。求上帝祝福咱，互咱的一生尽本分。来启造上帝所欢喜的生命，有见证，有喜乐，有愿望，嘛有见证的人生。将这一切荣光归予阿爸爸上帝。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底，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每一礼拜，欢迎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做伙来参与伫咱的直播，咱的教会有这个直播的节目的时间是每礼拜日早起9点半到10点半的时间，欢迎咱三甲做伙来收听，愿上帝祝福咱，愿恁平安。